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十仔啊！我哋嚟到門上開啊！今日咧歡迎大家嚟到睇我哋呢一個情緒解咒師呢個 YouTube channel 啊！今日呢條片咧係同情緒冇關嘅，係同我情緒有關，同你嘅情緒完全冇關嘅。你睇到呢度，你已經唔中意，咪熄咗佢咯。喂，真係冇聽還先。今日咧我哋就嚟到呢度咧，係因為咧我哋申請緊一個嘅基金，就同呢一個反賭博有關嘅，希望可以咧入一個 proposal， 就去學校嗰度做巡迴。咁啊，今日咧就試咗我人生第一次，就係去開呢個 presentation 嘅會議。咁啊，然後就有好多官，佢哋都有誠意，問咗好多問題，啲問題好似咁樣自電咁飛埋嚟，咁但係最後都基本上咧係分享到自己想做嗰個夢想 vision 去傳達到俾佢哋聽。咁啊亦都好感恩，即係起碼都冇話太過甩甩咳咳。都順利噏晒，所以咧就非常期待喺今年嘅9月10月啦，就會能夠將呢個作品帶入學校，到時咧亦都有機會同大家分享。咁咧就係咁多啦，拜拜。喂，咩讚好啊？撳鐘仔 ，like and share，comment，bye。